今日咱称做圣诞的主日，咱要点到粉红色的蜡烛，这是有表仁爱；也点到白色的蜡烛，是有表世界的光。基督是世界的光，愿主永无煞的疼充满伫咱的心，也深思上帝安怎疼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也尽力来听主，听厝边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伫遮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咱三甲用信仰个别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信仰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地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上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一切事是要成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要有。在世女怀孕生囝，人要称伊的名，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以马内利是上帝甲咱同在，因为疼，是因为疼，耶稣为咱来降生。咱用感恩的心来吟这首，是为着疼。
平安君王，平安君王，强比刚生世间，灿烂之时，照光较无的时，耶稣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予咱听感冒。平安君王，平安君王，强比刚生世间，灿烂之时，照光较无的时，耶稣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予咱听感冒。是为着听，是为着听。亲爱耶稣降生你被做，是为着听，担当我罪，予我的平安，感谢天父受死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应听救赎的我，是为着听。是为着听，亲爱耶稣降生你被做，是为着听，担当我罪，予我的平安，感谢天父受死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应听救赎的我，咱来敬拜。我要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天大平安。我心光阮天就是担，因为耶稣为救赎咱降生。咱来敬拜。我要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天大平安。我心感恩，天就是担，因为耶稣为救赎咱降生，是为着听，是为着听。亲爱耶稣降生的被做，是为了听，担当我罪，予我的平安，感谢天父受死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应听救赎的我，感谢天父。感谢天父受死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应听救赎的，感谢耶稣应听救赎的我。耶稣应听救赎的我。感谢耶稣应听来救赎你甲我，因为安尼，咱要开喙做伙来学罗伊的名，也报传这个大好的消息，互人知。耶稣降生，破天动丘，2000年前，为你为我，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马槽里，天使天君，天使天君，把好消息，把好消息，耶稣降生，耶稣降生，破天动丘，破天动丘，能千里间，能千里间，为你为我，为你为我，岁岁光荣，岁岁光荣，你被真理，你被真理，天
天君，你在天空，大下是大下是难得的光荣。不管大的小事，耶稣感情的世界，我你我嘛，就充满的面，咱就来最贵的小路，也叫平安的君王，耶稣感情的世界，我你我嘛，所以Merry Christmas，这一摆咱就做回来好了。先来好了。耶稣感谢，耶稣感谢，我的冬天，我的光天，让全世界那些一切为我为我，水过后那些过一杯的一杯的雨，天感谢的世间，我你我嘛，黑暗中充满的面，咱就来做回到小路，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感谢的世间，一切拢无相反，所以说 Merry Christmas。再一摆，做回来了，咱就来做回到小路。不断大的消息，耶稣感谢的世间，我你我嘛，我就充满的面，咱就来做回到小路，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感谢的世间，一切拢无相反，所以说 Merry Christmas Day。感谢的世界，一切拢无相反，所以说 Merry Christmas Day。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请来重视信徒，咱做伙来吟一首，用欢喜的声来吟。请来重视信徒，快乐天意看见，请来家里欢喜来告别。我我自己，将来带给天白衣，将来带给天白衣，将来带给天白衣，我自己的。先来起立，先来起立来给。用心心的快乐的一个见。家来家里那一来告别里面，我要给耶稣今天做了自己，家来带给天白衣，家来带给天白衣，家来带给天白衣，我主的道。就听气势的音乐，就听气势的音乐，归零我的心声哦，地上好别人守护，上帝最灵个亲吻，世间大道着风气，看到天困。
新生活，要听天使的音乐，要听天使的音乐，天国的新生活，地就和平咱守护，上帝做恁个一群，世间大国着福气，参加天份来欢喜，叫他天使到前面，基督甲前别离远，叫他天使的荧光，规日荧光的星星哦。好了，归阳光之冠的上帝。主阳光之冠上帝，主阳光之冠上帝，应邀应邀。只管上帝，应邀只管上。再一摆，好了。主阳光只管上帝。主阳光之冠上帝，应邀应邀。应邀只管上帝，应邀只管上帝。请坐，伫至高的位应邀归伫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真欢喜平安的暝，耶稣来降生，带予你我真平安。平安的暝，真平安。国的消息保佑，人类的希望一点多。一个正个面，照亮的人的心，你的故事真人看，平安。平安的暝，真平安。平安的暝，真平安。你呀耶稣来世间，天国和消息保佑，人类的希望一点多。这个天，照亮的人的心，伊的故事听人看，平安的暝真平安，平安夜里真平安，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天国的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他点
夜里真平安夜里真平安，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天国的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他点燃。真光已照亮，照亮在人心上，他的故事万人传，平安夜里真平安。从天到天，主临世间，全地也知我，当天为主平安所在，有着万物存在，有着万物存在，有着万物存在。天到天，主临世间，全地也知平安。当天为主平安所在，欢喜的下巴山，欢喜的下巴山，欢喜欢喜的下巴山。有着万物存在，有着万物存在，欢喜的下巴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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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嘛有听通的上帝，你找见圣囝真侪人来踮伫阮中间，将和平的愿望栽种伫世间，互阮甲你三结连。求你互阮甲你同工，消除人类中间的怨恨斗争。愿你用听甲包容加是阮，将阮消除偏见。我嘛有听通的上帝。你找见圣囝降生做人，徛起伫送向人的中间，体会善者不有的距离，权力的无平等所带来的分裂甲苦痛。求你帮助阮甲基督同行，修补破裂的关系。愿你用你的公义甲慈悲教示阮。将阮做和平的使者，人类咧等待你的平安降临的日子。你所创造的万物，嘛拢三甲地土开愿望。愿你将阮甲你所创造的万物好好，互平安喜乐充满世界，宇宙万物和谐。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继续来祈祷，亲爱听阮无限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所赏赐阮平安，互阮伫遮会当做伙来为着阮的国家，为着阮的社会，为着阮的家庭，为着阮身躯边的人，无论是同事、爸母、亲人，主啊，阮感谢你听阮。主耶稣，你来到这世间，为着阮。来出世，救赎阮的性命，互阮脱离罪的辖制。阮满心感谢你丰富的恩典，互阮大心认捌你，诚做你的囝儿。愿你的神继续带领阮在座的，也是因无情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赏赐阮气力、
智慧、勇气，互阮伫生活中、工作中见证你的疼甲稳定。伫阮忧闷、失志、跋倒、艰苦的时，阮相信有你遐来的安慰，光照阮，互阮重新徛起，互阮做一个靠主勇敢壮大的人。迎至新的年，迎至新的挑战，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阿门。门。全能的地边，听阮祈祷，上主好的平静的情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42篇，以赛亚书11章。亚西的老树头为布衣，对伊的君为发基，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就是智慧聪明的神，计划甲勇气的神，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公平公平保障互人看无起的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伊要用公义治理，伊要用信实统治，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把甲山羊仔囝会做伙过，羊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细汉囡仔会照做上者看顾伊。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因的囝会做犢，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喙佚佗，长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伫我圣山的逐所在，因一定袂受伤，袂受害。因为对上主的仁捌会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大海。咱即时请圣歌队来学乐咱的上帝，因要唱的歌是着去报好消息。
感谢圣歌队的服侍，会当互咱通过这条诗歌，知影爱去传播耶稣出世的好消息。只是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代志。本主日是圣诞主日，点着粉红仔色的蜡烛是代表仁爱，白色的蜡烛是代表基督，就是世界的光。愿主因无衰的疼充满咱的心，嘛当深深知影上帝怎样咧疼咱，伫生活中尽力疼主、疼厝边来回应上帝的疼。祝福大家圣诞恭喜！圣诞恭喜！本主日礼拜后，请乔多拜亚的兄弟当将车刷到咱教会停车场，嘛请招待兄弟做伙来协助。迄个龙头咱乌多拜的龙头，请莫锁起来啦咱好较好看有人要行走的话。另外也邀请兄弟来会了咱聚会了嘛，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厝边隔壁来分放圣诞歌，也请招待东港先将咱教会会友的份也先留起来。咱的行动的动线是对面是艺术贴小组，正手边教会后壁的徛嘅是以诺小组，倒手边是麦子小组。分了嘛，请大家转来教会来享受圣诞爱餐。感谢上帝保守带领，以及每一位参与兄弟做伙的付出，咱昨伫大桥里联合圣诞的活动市场顺利完成，也愿上帝愿主耶稣诞生的喜乐毋望会当伫即个大桥里的所在会当互动传出去。嘛，多谢昨有做伙出席的同工咱感谢拍婆啊，感谢感谢。本周过来拜三，12月25下暗7点半，咱要召开第7摆的中执会，要讨论明年度2025年华语礼拜的调整事宜，请中执同工备办心来参加。咱做伙来读经文，台语。地极原的位，应光归伫上帝。地就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咱做伙来读上帝所赏赐的话语，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18节。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无爱互伊伫人的面前见笑，想要暗中解除婚约。伊伫想即个代志的时，伫迷茫中，主的天使对伊出现讲：代笔的后代约瑟。毋免惊，着带玛利亚入门做某，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伊会生一个查甫囝，你着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你看，在息女为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约瑟一个困醒，就照主的天使所吩咐，带玛利亚入门做某。毋过，即个查甫囝还未出世以前，无甲玛利亚同房。婴仔出世，约瑟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咱即是要请提摩太的小朋友做伙来献诗伊要唱的歌是《普世欢腾》。
搁一摆甲因鼓励吼咱的囡仔吼，真正足辛苦，因昨吼圣诞节伫即个大桥里活动中心足用心啦，对头到尾安尼走总吼。咱搁一摆常常来为着这老师、甲家长、甲每一个老师、小朋友来祈祷吼。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啊吼，咱这回来祈祷吼。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你的恩典平安里面。不仅能够认识主，得享这些福分，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彰显主的荣耀，是要通过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神，你在国度，在天上赐下许多的恩典以及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愿恳求神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迎接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智。在我们每一次献诗、每一次唱歌、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恳求神赐福这些孩子以及老师、家长，让他们的生命不仅能够慢慢、更多的领受神你的真理，也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每一次经历到生命的改变的祝福。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恳求神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每一位小孩子、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经历神，你是何等又真又神的神，你是赏赐福分的神，你是赐给我们生命永生的主。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不会，好咱请小朋友老师家长拢先留咧，咱先做伙来看一段影片咱嘛真多谢咱的新学生神学生蔡尚恩同学带给我们昨天帮我们做拍摄乔恩你嘛要讲道嘿好，真好咱来看影片承恩，把那个网路关掉，有音乐的网路关掉，把 Chrome 关掉，把 Chrome 关掉，网路关掉。咱这原住民朋友因用这个经营心是做这个手作是请因的妈妈，嘛因家己咧准备这拢是有几个是咱属伫咱教会这个单位啦这南大教会的同工，因的青年，这因的二手品咱这主持人女生是这个保完遐的查某囝啦保完遐的查某囝。咱嘛有十几位的小朋友听讲嘛有对面这个美容的这个太太带个查某囝来上课伫这内底上课。这些是南台的青年。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作为，主你拯救我。因带美比古，美比古，或者小朋友会伫运动的中间，喜乐的中间，做游戏的中间。来得到健康，这真好的一个活动
咱昨有去的这小朋友吼，哦，因真有福气哦，抽奖拢抽到哦，哦。圣诞老公公公公公，驾着麋鹿飞跳在空中，他要爬窗户，入烟囱为你开着礼物，冲冲冲！小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12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12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为我们带来祝福。啊，因的小朋友表演吼，讲故事、唱歌，在咱最后的大合唱吼。好，感谢啊！咱搁一摆，甲咱昨吼下晡所有遮的同工吼，对交通，我感觉交通嘛真辛苦，因拢敢若会当踮遐看车尔，吼。但是关掉了，已经从头了，所以咱会当继续为着遮的同工，为着咱的教会期待甲你边仔兄弟讲市集的活动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一定有真侪人，很多人去到那边一定有一种感触，说这忝到要死做这是要创啥？但是我要跟各位讲。我们去到外面参加圣诞节的相关的活动，是不是都有人付上很多时间跟代价？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当我们要传递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福音，我们同样要付上代价的，怎么样？去让人家感受到平安与喜乐跟盼望。所以再一次，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圣诞快乐，愿主赐给你平安。今天牧师要用华语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我们有大概有4、5位原住民朋友，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天听牧师讲到，是真的能够听到神的真理跟话语，所以我们一起大家能够体谅一下让我们能够彼此更多的理解还有越南的朋友，对不对？所以我讲华语可能会比较听得懂一点点，对不对？哇，感谢主今天是待降主日的第4个主日，也是我们一直专注在等候救主降临的一个特别的节日，所以这一天是充满盼望的，对不对？所以跟你旁边的人看一下，看他的脸蛋有没有充满盼望。哇，我今天看到碧玲姐看到碧玲姐跟慧君她的妹妹不一样他们是慧娟两个是慧娟两个人是会看一下，会微笑的我的感觉是感谢神，因为在我们的同工里面，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到神的面前是要得着喜乐跟盼望的。什么是盼望？盼望就是生命的改变当你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带来盼望私底下同工跟我分享，在他的生命里面，从无到有，从不会改变到改变了。他经历到的是什么？是那份福音所带给他生命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在迎接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知道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是彰显着上帝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爱。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不仅是纪念基督的降生，也是重新在反思我们是否预备好去迎接他的来临。所以你有没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有没有差别？有啊，我考试有预备考试跟没有预备考试就有差别差别在哪里？成绩嘛，对不对？我们的表演，如果你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有没有差？有啊，大家有做紧张很紧张呢，对不对？你有预备的人会怎样？会充满信心跟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诞节的意义常常不是因为外在的繁忙而被稀释掉，而我们也不是因为忙着去买东西装饰
甚至筹办许多的聚会，而在这当中而失去了我们对耶稣基督注意的那份精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安静心下来，真正去思考基督降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从内心感受到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呼召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去预备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迎接救主降生。意思是什么？说主啊，我等候你，我等候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所以今天牧师用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以爱来迎接主。我们必须要迎接这个，在爱中如何去预备迎接耶稣基督。今天牧师带领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在座一定包含有许多一些小朋友，包含还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怎么来到这世上？好，有人知道宇慧、宇红有在这里吗？哦，宇红下去了。宇慧知道耶稣他怎么诞生的吗？他怎么诞生的？他诞生在哪里？马槽。可是你知道他的妈妈怎么把他生出来的吗？知道吗？他有怀孕吗？有怀孕哦。可是他有跟他先生有发生关系而怀孕吗？没有哎，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耶。我相信有很多人一直在想，这个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是因为圣灵感孕，而照着上帝的计划所成就的。这个经文的核心不仅仅是描述了耶稣的诞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上帝的爱跟信实，是必须要在人的顺服当中才能够认识到的。耶稣他在卑微的马槽里，可是他成就的是他荣耀的冠冕，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在看耶稣诞生，这个耶稣怎么会是诞生在那一种好像微不足道，不是诞生在那种什么金华酒店，他的爸爸妈妈不是去到那个最好的这个产房，不是耶稣是在卑微的马槽里，可是他成就的是一个荣耀的生命，让人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孤单，甚至非常的卑微，甚至不足，可是却带给我们的却是充满丰富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行医治，也看到耶稣怎么样行神迹，看到耶稣怎么样教导人，从人的生命当中去让他的门徒学习跟随他，甚至让所有许多跟随他的人认识到这位耶稣的伟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哦，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哇，多么奇妙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超自然的？吴源啊，不是哦，不是超自然的。你最近都常常跟爸爸那个唱反调哦。我讲这个，他就说那个哦。我们要知道哦，玛利亚她从圣灵感孕，这是一个非常超自然的，因为她没有按照人正常的常理的理解，是因为夫妻发生关系而有的，而是圣灵所感孕的。所以对约瑟他的先生来说，是不是一种信心呢？是不是？是不是一种爱的极大的考验呢？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看哦。有什么极大的考验？19节说什么？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什么？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的太太，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为什么？我如果是做丈夫的听到我的太太还没这未婚妻还没有迎娶回来他就怎么样？他就已经怀孕了，圣灵怀孕了，感孕了。哇，我会不会生气？会，难免会生气啊。所以呢，约瑟他是个义人但是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表明了约瑟是一个他会去顾念别人也可以顾念别人甚至他是一个
追求公义、有慈爱的人。我们要回想哈，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如果做的事情，感觉这个人好像不是很 OK， 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想说，讨厌他，甚至在别人的面前怎么样羞辱他，讲一些坏话，甚至怎么样让他讲得五体投地。我们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这种关系。可是约瑟他不是，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的太太，是未来的太太，而怎么样？他想要暗暗的休了他。20节到23节说什么？约瑟正在想这个的时候，注意哦，有主的使者向梦中的他向他显现，说什么？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要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圣灵来的不用怕。所以基督徒信主的人，我们时常在祷告，在里面，甚至在做事当中，需不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因为当你没有圣灵的帮助，你会害怕；因为没有圣灵的帮助，你会没有信心。所以圣灵在梦中他正在想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把他娶过来。甚至你要知道，他所怀的孕是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把他取名叫做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上帝借着天使向约瑟显现，解释了玛利亚所怀的孩子是圣灵感孕的，表明这个孩子耶稣，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年轻朋友、各位小朋友们，你们要注意听哦。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是让我们除去害怕，除去一切的不安，甚至会让我们更知道在这世上为主而活。阿们。24节到25节，约瑟醒了，哇，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说什么？就趁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怎么样娶过来。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个行动啊！有圣灵感动的人啊，会不会有行动力？需要。我发现有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在圣灵感动当中，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人跟我们说的话，也是我们没有的。可是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怎么样？我才不要嘞！我现在过得多舒适啊，多安逸啊，多好啊！我何必要去做什么改变呢？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是这样的人。好，当你跟他说你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好好去反省哦，我自己是不是哦？各位弟兄姐妹，约瑟他顺服上帝的指示，他将玛利亚娶过来，并且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将他命名做耶稣。这是一个信心跟爱的行动。所以我们表明可以看见，约瑟他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为了要完成上帝救恩计划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不要顺服啊？要不要？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用爱来迎接主这个真理我再讲一次，今天牧师要讲的重点，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我还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用爱来迎接主的真理。怎么做？怎么做？第一个，爱是神的属性，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拥有什么？有爱的生命啊！那什么是有爱的生命？什么是有爱的生命？我们就是要活出有爱的生命，就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最有力的见证啊！所以，当你说我不会见证，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见证神，我的生命不知道怎么去见证上帝的荣耀，你会听到很多在教会里面的术语啊，有没有？你要如何做见证？你要如何让别人看见？你要怎么做？很简单，活出什么？有爱的生命。你要去想，你到底有没有爱啊？有没有爱心啊？当你遇到跟这个人的关系不好，你会去想，我到底有什么原因跟他发生的问题啊？我会不会跟他道歉啊？道歉要不要啊？
学会道歉，就会让你学会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活出有爱的生命，你会发现，这对基督徒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密不可分，应该要学习的。所以很重要，我们要知道马可福音第12章30节到31节，我们一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里讲到两种爱，爱哪两个对象？第一个，爱谁？无缘爱谁？爱耶稣，对，爱神。耶稣就是上帝，圣灵也就是耶稣，也是上帝，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爱神。第二个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呀。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全力相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全力相挺啊！各位弟兄姐妹，刚刚一开始牧师说什么？市集的活动，不管未来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否还可不可以继续来办这个对外的布道活动，我们都要怎么样？要不要全力相挺啊？要啊！牧师想到的时候，大家不要马上泼冷水啊！要怎么样？牧师，你有在祷告当中看见吗？你至少问我一下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在祷告当中去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来问我，我都很乐意跟你们分享。但是如果你没有问，你也都不去想，你就说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太难了，你去做吧，你去送死吧，你去累吧，反正那是你说你要去做的。我要告诉你，那你就与上帝的福分没有关系了，懂了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就必须还要怎么样？你要爱人如己。要怎么爱人？我们都说你们爱牧者吗？看起来好像不太爱哦。爱牧者不容易耶。可是牧者要不要爱你们啊？要耶，奇怪呢，要牧者爱你们啊，你们都不爱牧者，那不是很怪吗？懂我意思吗？当你说你爱神，可是你不爱人啊，那怎么对？当你说你爱人，可是你却不爱神，那才是问题啊！懂我意思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学习爱，活出有爱的生命。第一步，我们就是要爱神。爱神要活出与神亲近的生命关系，有2点。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每日灵修。灵修怎么灵修祷告？灵修就是阅读，要读经啊，对不对？你要去想啊，想说这段话对我有什么帮助啊？你要去想神给你的启示是什么啊？然后呢，最后是建立什么？你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一个活出与神亲密的关系、亲近的关系，你不灵修啊，我跟你说，你大概顶多是在建立关系而已。可是你不懂，你遇到人的问题，你遇到事情的问题，你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了解，因为你没有阅读神的话，因为你没有去想过神要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习惯想要跟神建立关系，可是却都不灵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经思想神的话，然后祷告，如何说主啊，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跟你建立关系，很重要。第二个，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旨意，就要怎么样？要遵守咯。主啊，我现在愿意跟你建立关系，我有读经，我开始有思想神的话语跟启示，甚至我想要跟你建立关系，那该怎么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有顺服的心吗？要顺服啊！怎么顺服？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来，我们一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啊！那个最近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他们说是今天有一个是从台北的，台北在台北工作他名字很好记，林奇斌，倒过来叫做什么？
然后冰淇淋很好，待会都要去跟他认识一下、哦。他旁边一位是吴什么？吴义生，吴义生，好，义生他是高雄师范大学嘛，哈，2年级，好，哦1年级，好，他也是亚瑟带过来，他们都从高雄、从台北，甚至有些从新竹来台南，所以他们现在住在教会，礼拜6哈住在教会，然后牧师就想，时间到了，礼拜天早上几点就要起床咯，好，然后就照着这些规矩来。你们若爱牧者、爱教会，就必须遵照教会的什么时间呢？对不对？一样啊。当我们说我们爱主，可是我们却不遵守上帝教导的命令，爱人如己，那我们怎么可以说你是爱神的人呢？各位弟兄姐妹，第一步要拥有爱的生命，就是要先学习怎么爱神。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玛利亚她顺服上帝的心意，对不对？她接受了成为耶稣作为耶稣的母亲这个呼召啊，知道了吗？这个不容易哦，这个使命不容易哦。尽管她知道这将会带来许多的非议跟挑战，但是她的顺服显明了上帝完全的爱跟信任。她对上帝完全的爱跟信任。我再讲一次哦。这是玛利亚，她完全对上帝的爱跟信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一定会托付给你很多不一样的使命哦。当我跟这些原住民朋友说，你们就去吧，勇敢的去吧，我就会陪他们，我就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就好好的去带人，把人带到教会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去认识这位上帝。第二步，我们要怎么样拥有这个爱的生命？第二个，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有爱吗？你有爱我吗？”跟他说：“你有爱我吗？你有爱我吗？”你看小朋友都很乐意哦。他听到这“你有爱我吗”，大家为什么都会笑？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啊，平时都很期待，很期待人与人之间就是要这样的关系。你爱我吗？各位弟兄姐妹，爱人是在行动当中去实践的基督的爱。所以昨天我们在4级的活动我记得好像有弟兄姐妹听到牧师就说来哦，那个我昨天听到一个蛮有趣的原住民那个摊位的名字叫做姚淑娜不好意思，牧师在这边趣味的分享这个蛮有趣的。我说这个名字很不错，姚淑娜，对不对？姚淑娜，好，你们要不要问？问一下，你问我什么意思？干你屁事啊！有不有趣？有趣啊！原住民他们用的名称这么有趣。我们的有一个葱油饼，对不对？他们名称叫什么？幸福充满。他们的葱就是什么？葱油饼的葱，对不对？幸福充满，来哦，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各位乡亲朋友，赶快来购买幸福充满你的心的葱油饼哦！当我们去宣传，当我们去诉说，有人说牧师，如果你不当牧师，你去当推销员蛮不错的。难道只有牧师可以吗？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我们不单单是在那里面去把它完成，我们还需要带着热忱，在行动上去实践基督的爱啊，不是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拥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第一个同理心跟关怀。当我们学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去关心他的需要。所以当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摊位是我的，我会想要怎么去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知道我昨天听我们的同工，我说你卖的怎么样？同工要说牧师，我昨天我们原住民这些斥资7000块啊，斥资为什么斥资？他们有刚刚有那些照片有一个同工张岩，张岩在哪里？下去厕所。张岩他本身是太鲁阁族花莲，那他知道说要来摆摊，他就跟他的妈妈做这个手工
好手工的这个手机吊饰哦，真好哦。啊，伊讲，我讲伊卖了安那，伊讲牧师娘买的最多。因为我太太哈牧师娘她说看完说觉得说无人你有炸嘞吼，来我看一下吼，这真好的手机吊饰哦，做耐的啦，绝对袂断的啦，这有水无？这有水无？做水的啊，真好哦，这你唔免惊伊断去啊，吼，所以真水哦，这一个偌济？这一个偌济？150块啦，哦，伊甲伊的妈妈安尼去编织，吼，伫迄过程的中间，伊讲。我讲啊，你们斥资，还有这个亚瑟哈，伊将因教会这个啥义卖品啊，对他们教会也在建堂哦，伊家己斥资哦，好，拢家己斥资先甲教会这义卖品买来哦，咱唔是哦，咱教会是安怎？来，我请你来买，可能无，我无法度，咱是安怎？人是家己去买教会需要要建堂的物件，买来安怎？来去卖哦。这就是精神啊！兄弟姊妹，同理心疼人的实际的行动是啥？圣经里面讲安那，甲喜乐的人同喜乐，甲哀哭的人怎么样？同哭啊！他们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同欢乐？有呢！我们教会要办圣诞节活动，他们是参与其中啊。可是当有人在欢乐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要哀哭的怎么样？哦，你去死的，你自己去承担。嘿，这不是同理心啊，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哀哭。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个，我们从爱人的行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教导彼得，当彼得问耶稣说：“耶稣啊，到底原谅人要原谅几次啊？”耶稣说什么？70个7次。7在圣经里面是完全的意思。所以，爱人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而且是一个不断持续的，也是一种无穷无尽饶恕的态度。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突破哦，你要突破自己的界限，去爱人，然后饶恕他。我再讲一次，爱人他必须要突破自己的界限。什么是自己的界限？就是哇，这个人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人他的行为，我现在的能力我没办法，就是代表那就是自己的界限，自己的界限会限制自己的行动了，这样懂了吗？所以你必须要突破它，突破自己的限制，才能够怎么样去爱人、饶恕人。所以我们都知道要爱人、要饶恕人，可是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的界限太大了，我们的界限太深了。我们与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盲点，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去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用主的爱，用更多包容的爱，像耶稣教导彼得的，是那完全的爱，你才能够修复与人的关系。第三个，我们要以服务为爱的表现。耶稣为门徒做什么事情？洗脚。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他教导我们要如何谦卑，要洗脚，要不要谦卑下来？你刚好找一天咱的中一档内底牧师来为恁洗脚，好不？我不要，吓死了哈！嘿，好，我们洗手也可以吧？帮你们洗手就可以了哈，好不好？洗脚有点。当时因为过去的时代啦，因为他们可能走的路，因为他们穿的都是凉鞋绑绳的，可能说脚会比较脏，要去到一个人家里，过程当中他们需要透过洗脚，那我们现在的世代不用，现在是用洗手就好，我帮你们洗手，过去我曾经在带青少年的时候，每一次只要帮对方，特别是做领导者，去帮对方做这个洗手或洗脚的动作。做完以后，这一个人从此以后他就认定你了，真的哦。那学生会认定你哦，而且会一边你帮他做的时候，他就流眼泪，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像老师一样的人在为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教会不管侍奉神、侍奉人，我们都要抱持着这个心。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怎么样去做服务为爱的表现的人，叫做什么？撒玛利亚人。好的撒玛利亚人，他做了什么事情？在耶路撒冷耶利哥的路上，遭遇了有一个人，他遇到了这个强盗，被打得半死哈，在路旁，但是遇到了祭司，遇到了利未人经过，可是他们两个都视而不见了。唯一只有撒玛利亚人来到这个人身边，不仅怜悯他，还用油和酒怎么样处理他的伤口，最后还扶着他进入怎么样？进入旅店哦。而且还不让他付任何的费用哦，这在圣经里面讲的哦。这种精神哈，真的是让我们感动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服务人必须要谦卑，服务人还必须要去服侍他了。所以不要斤斤计较啊，不要去为了钱，不要去为了一些能力，你要想的是你愿不愿意的心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爱要迎接主的真理的方法还有什么？第二个就是要顺服跟行动。顺服什么？顺服是一个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爱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与我们不同的人。会不会有困难？会，难呐。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呐。你就求嘛，说主啊，赐给我力量。我真的不足，我真的软弱，我真的没有像耶稣一样，但是我想要能够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爱那个我不喜欢的人。你要指明在神的面前祷告啊。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一定常听到牧师在讲到我在跟我的家人的互动关系上。我曾经为了这些事情，时常在祷告里面求神给我智慧。我也跟我的妹妹讨论，说家人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的行为，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一直到我祷告当中，神不断的告诉我，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做你在看，难道你还看不懂吗？一直看到最后，我就发现，主啊，我懂了，因为我并没有学习像耶稣一样。因为我没有学习像耶稣愿意放下，甚至顺服，所以我们在爱的顺服里面一定要有行动，但是行动当中一定要求神给我们的力量。马太福音第5章44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怎么样祷告啊。所以我就开始为我的家人祷告，我开始为我的妈妈，开始为我的爸爸的脾气，开始为我们家人。有一天，我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是真的敬拜神，很开心的，不是每次敬拜神我就在想，爸爸的脾气这样子，妈妈的这样子，真的呢。现在我的爸妈有没有现在跟着我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有而且是一起侍奉这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还要记住。我们要记住上帝爱人的榜样是什么？罗马书第5章第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后面应该还有一段哈，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不足，但是他教导我们要用爱怎么样去爱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定他的人求说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晓得。所以我牧师还是会遇到啊。虽然我再怎么样去想为别人着想，再怎么样去为很多人为很多事情在祷告，可是我也会遇到。我都有一句话说：主啊，他们不晓得，但我还是要继续爱他，帮助他，祝福他，为他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怎么知道为你的家人祷告了吗？怎么知道为你身边不喜欢的人祷告了吗？怎么知道为你前面的道路祷告了吗？各位弟兄姐妹，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几段圣经节，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神的真理里面学习顺服，在行动上去不断的要求自己。好，第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在这段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在真理里面的顺服，就是要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这个显示了出上帝爱的属性跟教导的顺服，告诉我们只有借着顺服神，才拥有这样的爱。好，要忍耐，容不容易？你顺不顺服啊？如果你不顺服，就不忍耐了啦，懂不懂？我就开始跟他拼了，有没有？你看我们这个礼拜国会的这些委员他们有没有忍耐啊？应该是没有啦。好，大家都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想法，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爱是要懂得忍耐，但是不随便。好，爱又有恩慈，对上帝的爱很重要。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要求我们要更加的谦卑，将荣耀归给神，而非自我。而在行动上面呢，我们看见了，凡事要怎么样？包容，凡事相信，这是行动的哦。他告诉我们是很直接行动的教导哦。要包容，要相信，要盼望，要忍耐。所以这个爱的实践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什么？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好，约翰一书3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求神帮助我们在行为诚实上面，爱要能够用服务、帮助、支持别人的行动，好，支持别人的很多方面，去学习建立很好的关系。我相信人没有与人没办法建立关系的啦，只有你愿不愿意，还有你顺不顺服，用主的爱去跟人建立关系啊。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花费很多精神，好好的去思考，不要嘴巴只是讲愿神赐福你、祝福你，我们更需要好好的去提供别人所需要的帮助，去询问、去关心、去了解。那你就会发现，你在关心的工作上，你在服务的工作上，就会带出实际的果效。好，求神帮助我们。最后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6章9到10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待会我们要去报佳音，报佳音会不会紧张？啊？会紧张什么？对，紧张跟人家讲话，对不对？还有第二个，人家有可能会拒绝我们，对不对？有可能人无要甲咱参直接人甲咱引佫不要紧。上惊啥啦？差死人，对不？佫甲你骂，那你要不要跟他报佳音？要啊。甲你骂的时阵，你要安怎讲？歹势，就走啊嘛。紧走紧酸干嘛呢？唔免，你讲歹势啦，我是边仔教会大桥教会，我要甲你送一个鸡卵糕给你，伊也讲免啦，你甲伊讲圣诞快乐哈，上帝祝福你哦，是的哦，作做啊，对啊，是的啊，作做啊嘛要讲的，是的哈，不好意思哦，打扰了，作做就是打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讲一些话，心里面要有一些场景，它会帮助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你懂得怎么应对。所以人只要拒绝我们，可是我们用好礼相待，人家会怎么样？人家说伸手不打什么笑脸人啊，可是你的脸就怕怕的，然后又恶又邪恶，我跟你讲，人家会记你，会记一辈子哦。所以我们要用不一样的心情，用不一样的生命去面对我们所接触的人。待会我们的路线很简单，就是麦子小组就是出去外面右手边到教会后面，
那这是去年我们麦子小组有走过的路线。那要走到后面，必须挨家挨户的，好，特别是后面他们接纳我们教会在这边敬拜，好，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走这个楼梯就是蹦蹦蹦蹦蹦的，可是他们都没有一整年下来没有打电话来 complain 哦，来申诉哦，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佳节期间，我们一定要特别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们，好，跟他说个圣诞快乐。一样的，好，我们以斯帖小组就是面对出去外面的时候就是对面，好，对面，然后一样，大家要预备好哦，好，如果人家有可能会跟我们讲你们吵死了，那你们要怎么说？啊，是的，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啊，我有在改善，若无够起来不足的地方，再请你们提醒我们，哎，知影无？好，这个就是一个美感哦，好，就是说我们也虚心受教，至少人家说大声，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接纳嘛。在他的观点是认为大声，在我们的观点我们不知道啊。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虚心接受嘛。好，所以不用在那边别人说，我们那不用，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有爱，有行动的爱。好啊，然后以斯帖小组在对面，左边几户而已，然后接下来就是往那边，我们公寓就有管理室的，然后再过去就是每一户，然后把蛋糕送完就好了。好，然后呢，我们的左边出去左边就是以诺小组，请以诺小组，我们的弟兄就一起走。好，那我们今天也有那个尚恩啊，尚恩神学生也可以跟着以诺小组往左边出去。然后我们待会呢，礼拜结束后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因为待会餐车他们会会进来，在我们出去报佳音的时候，所以待会我们下去可以的话，我们先把我们的机车牵到我们停车场那边车子的旁边。好，但是不要看到别人的停车位就停哦，只有我们教会的停车位才停哦。好，然后还有最后面，我们后面不晓得有没有停2台车，有吗？有哦，停2架车嘛哦，所以咱请同工协助一下，只要我们的车子移好之后，我们就进来，我们就卖刷哦，好，那就待会就请餐车，他们就停在门口就好了哈。是，好，安尼咱等下若有机会，咱若拄着餐车，无出去报佳音的人嘛，请因来甲协助啦，好，是，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无比的慈爱与恩典，在这待降节的日子，使我们的心充满感谢与平安，因为你的爱借着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诞生，能够显明神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但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更需要好好的了解耶稣为我们诞生降生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平安与救恩，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的爱充满包容、忍耐，以及主你的怜悯。这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力量跟帮助。主啊，我们为这份主所带给我们的盼望跟恩典来向主献上感谢，因为你用爱将我们带回到主的怀抱当中，成就救恩的计划。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引领我们今日的侍奉以及教会的生活。等一下我们要向左邻右舍分享传播主为我们诞生的福音行动，恳求你赏赐我们信心、勇气、刚强壮胆的心智，为的是要让人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爱、有温暖。愿你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惧怕，将主为世上的人诞生这个大好消息来传递出去。愿我们今日在你的面前，一同用诗歌赞美敬拜神。愿一切的生命的馨香的膏油香气，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当中，让我们的心充满主的爱，活出有主爱的生命。这是一件多么健康、有信心、有盼望的事。阮伫你面前嘛恳求你，赐予阮伫中道，我们要做伙啉食，让我们每一份所预备的餐点以及分享当中，能够让彼此在交通里面，在彼此讨论分享当中，
能够彼此交流，甚至能够彼此祝福，将主基督的爱在我们彼此的在用餐当中，能够领受到神满满的祝福。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咱感谢牧师的分享。咱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56首，咱做伙来请听天使欢喜的声，咱做伙起立来吟。请听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来彼的声，一语声音实在高调，万条路救主顺命，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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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不公天地出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来彼的声，伊是上帝多是的叫，咱着敬畏救主尊名，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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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不公天地出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来彼的声，天使团光你光明亮，我叫救主奇妙的名，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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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不公天地出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来彼的声，做来的啊，宝宝最好，要救世间，好人我可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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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不公天地出世，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来彼的声，天定天君当时有路，地面情人大家好，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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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不
咱请信乐队搁一摆来讹乐咱的上帝，因为吟的诗是天顶来的恩典。咱感谢信乐队的服侍，咱即是请备办心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咱得用信心做伙来奉献。若是新的朋友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也请毋免奉献。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我已经愿献给你，
奉献的宣告。我相相信信万万物物拢是拢是上上帝帝所所创造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因为时煞请牧师为咱祝福祈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显行显心三归。在地天，在地天，将来也永远地天。我叫我亲，阿门，阿门。愿主的疼赐福帮助咱，互咱伫主的疼的内底，毋但学习顺服上帝的心意。嘛，互咱每一个人伫上帝主的疼的内底，会当认真为主来活。愿神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扶持，带领我们走在神的恩典道路上，将主的爱分享出去，一生荣耀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立道闭会。这个加那个原住民朋友哈，原住民朋友可不可以分2？